凭着在电视剧《爱》中将患有脑性麻痹的康安演得惟妙惟肖而声名大噪的46岁艺人吴灵山，近年来深耕本土剧，精湛演技有目共睹。不过近日竟经传他车祸的消息。吴灵山昨天30日在脸书上 PO 出一张把车撞到车头全烂的照片，原来他太相信自动驾驶，在国道上以时速110公里追撞工程车，幸好人没事。吴灵山昨天在脸书上 PO 出车祸照片，只见一辆黑色休旅车被撞到车头全毁。吴灵山为开车技术有待加强向老婆道歉，他还告诫网友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动驾驶。吴灵山在底下留言透露，其实这是去年9月发生的车祸。原来当时他以时速110公里在国道上追撞工程车，幸好人无大碍，还能走下车拍照，但也造成国道大塞车。吴灵山说这台 Volvo 真的是一台战车，并透露新车还是换同款车型。他也表示会发这篇文，其实是发来安慰老婆用的，因为这样他车子刮到就不会太自责了。